来关心行政院今日通过中央政府总预算，明年度的总预算是超过2.8兆，是史上上悬。用伫社会福利的部分占上多，将近有8000亿哦，比例是超过总预算的2.7%。外界关心的劳保基金半补嘛有增加，明年的预算是1300亿，嘛创历史的新高。也毋过在野党就质疑讲，政府是甲债务留给子孙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嘛有做出解释。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源挹注就高达超过9000亿而且比去年呢是增加了11.2%。全球竞争力的评比来看，在世界上64个国家当中，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是64个国家排名第17名，但是到2023年，我们已经进步到第6名。那移用以前年度税基剩余之后，那其他需要举借的部分，大概2个年度，今年是1721亿，那去年是1732亿，是比去年已经有所减少。针对这简化的政策，佮有长照的经费，政府分别投入1201亿佮876亿哦。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，政府已经连续6档哦，预算拢有存，今年是存超过将近要550亿。财政部嘛强调讲，政府会继续来减少债务。6档来哦，嘛已经还超过6000亿咯。甲集团体主要的国家比起来哦，台湾负债比例是比欧美国家较少，所以咱的财政表现哦，嘛有受到国际的肯定。